各位同學大家好，係咪好期待我是班中的主角呢？今個月呢，我哋邀請到5A 班嘅陳希晴啦、周志若同埋黃之前同學幫老師呢讀出班中嘅主角喎。咁我哋嘅編輯呢，仍然係5A 班嘅黃安照。咁我而家一齊細心聽下，究竟老師眼中嘅你係點樣嘅呢？1A 班陳浩婷同學，郭老師欣賞你自律守規、上堂專心、積極學習、與同學相處融洽，係同學嘅好榜樣。1A 有你真好。2A 班林思瑤同學，郭老師欣賞你上堂專心、積極學習、寫字端正、為人隨和，樂於與人分享，做事充滿自信。老師希望你為自己訂立目標，讓自己繼續成長，加油！2A 班劉子豪同學，樂老師欣賞你主動溫習中英文默書，上英文課時嘗試回答問題，投入活動，你還會幫助同學，對別人有禮貌，繼續加油啊！2B 班梁卓謙同學，麥老師欣賞你上課專心，現在比學期初更主動發問，也會懂得幫助身旁有需要嘅同學。看到你努力溫習默書，拿到100分以上，真值得讚賞。希望你繼續加油，享受在學校的生活。3A 班羅慶森同學，李老師覺得你啱啱開學嘅時候，你係一個比較內向嘅孩子，但係隨住時間，你變得更加積極主動，更加有信心向老師表達自己嘅睇法同埋感受，並喺班上面結交到好多新朋友。繼續努力，加油！3B 班鄭天樂同學，董老師覺得你今年擔任我哋班嘅男班長，老師好欣賞你可以盡責到班長嘅責任，盡可以維持到班中嘅秩序，又可以幫助到身邊嘅同學，希望你越嚟越進步。3C 班鄭家浩同學，石老師欣賞你上課專心，踴躍回答問題，見到你嘅數學成績不斷咁樣進步，老師好開心啊！繼續努力，加油！4A 班劉斌同學，陳老師欣賞你。4A 劉斌文質彬彬，課堂認真有常，發問笑容可掬，熱心助人，功課交齊，認真用心。2B 班陳志朗同學，張老師欣賞你每日都精神奕奕咁上學，老師分享日常點滴，同埋同學融洽相處，好高興你見到最近你寫作堂嗰陣越來越積極，對文章也有自己嘅想法，希望你能繼續努力，不停進步。4C 班李思欣同學，余老師欣賞你係一個有禮貌、又樂觀開朗、又有責任感嘅學生，並且常常主動幫助同學同老師，好開心你能夠成為你嘅班主任啊！盼望你喺學業方面都能每天進步一點點，加油！5A 班劉少友同學，李慧儀老師欣賞你積極參與課堂並用心上課，欣賞你遇到數學難題會主動問老師，而且唔會放棄，盡力完成每條題目。欣賞你喺學校旅行嘅時候十分盡責，寫好購物清單，幫忙冷藏食物，多謝你啊！5B 班郭影彤同學，林老師欣賞你平時上堂十分投入同專注，盡力去完成所有老師安排嘅課業。另外，你亦都經常幫助同學處理交功課啊、點報呢啲事宜。5C 班高善瑞同學，蔡老師欣賞你一直保持認真嘅態度做功課，字體非常端正。平日上學嘅時候熱心幫助同學，對老師有禮貌，上課更越嚟越投入積極，係5C 班嘅好榜樣。5D 班金祖明同學，葉老師欣賞你喺上學期做班長職務嘅時候盡心盡責，亦樂於服務同學。老師每次吩咐你嘅工作，你都能夠積極盡力完成。希望你以後都保持住一個嘅積極正向嘅態度，令身邊嘅人都因為你帶來好嘅影響。繼續加油！6A 班黃思睿同學，梁老師欣賞你喺表達方面有好大嘅進步，你會主動舉手回答問題，會大聲回答，亦都會完整作答，有充實嘅內容，並且表現出有自信嘅一面。希望能夠保持呢種狀態，加油啊
6B 班趙思穎同學，黃老師欣賞你自律守規，唔單止上課認真，而且交齊功課。作為副班長嘅你，每次都欣然完成老師佈置嘅任務，令人放心。希望你繼續保持謙恭有禮嘅態度，成為同學們嘅榜樣。6C 班金祖成同學，陳老師欣賞你嘅善良，成日會為身邊嘅同學着想，你成日會細心觀察身邊嘅老師同埋同學嘅需要，提供幫助。希望你可以保持真誠，祝福周圍嘅人，欣賞你成日掛住笑容。6C 班有你真係好啊！6D 班陳嘉琪同學，袁老師欣賞你對同學充滿愛心。同學遇到唔識嘅中文題目嘅時候，你會耐心咁樣教導佢哋。多謝你願意為幫助老師同埋同學，你嘅字寫得好靚，做事又認真同埋細膩。希望你繼續加油，越嚟越好。